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的深远飞球，这个球追不过去了哦，把新内安打。我以为他也要冲3垒吗？这个回传有点危险，传过去是。这是标准的3垒安打，没有失误的一个3垒安打。所以这么好的选手没有放在先发，我是搞不懂。对他状况也真的很好，昨天就打得很好，看起来也不是身体有状况。问题多了。非常深远的3垒安打。打击棒次轮为之第1棒，背号72号。速度又快，手背范围又大，这款的那个坑雷也。